大家好，我係3012。今日要同大家講嘅電影觀後感係《寒戰1994》。開始講之前，希望大家俾翻個 like 我先。你哋嘅 like 對我嚟講係非常重要嘅。我呢個頻道最主要係分享電影劇集觀後感等等。如果你都中意呢啲內容，就麻煩你 follow 訂閱，撳埋個鐘仔。到時我有新片出，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事不宜遲，首先嚟個舞雷觀感。開始之前俾個入場心水 ranking。咁今次《寒戰1994》我係會私心俾高少少嘅。始終呢一類型嘅大製作應該都會買少見少㗎喇。可以喺戲院睇得一場得一場。所以我係會俾《寒戰1994》私家值得睇睇。今次《寒戰1994》同上兩集就好唔同，今次可以話係回歸呢香港典型嘅警匪片模式，有警匪動作槍戰，有背叛有陰謀。比較有新鮮感嘅呢，就係黑白政商大混戰。入場前呢，最好都睇一睇1、2集嘅人物關係表，劇情節奏就幾快嘅，幾乎每次轉場景都有一個陰謀，又或者要解讀角色嘅心理，信息量爆棚啊！成套電影嘅亮點呢，我會係睇卡士，以老帶新，幾有一種薪火相傳嘅意味啊！咁至於睇好唔睇好呢？再講落去就會涉及劇透。如果你未睇過套戲，我都係會強烈建議你入場睇咗先返嚟睇我呢條片嘅。事不宜遲，劇透先解鎖。話說經過第2集之後，古天樂呢就順利當選2017年嘅香港特首，諗住就叫梁家輝出山當官，佢就拜託周潤發幫阿梁家輝做品格調查。咁啱得咁巧呢，梁家輝又失蹤咗喎。咁作為警察一哥嘅郭富城就去揾周潤發吹水，就開始講返梁家輝喺1994年時嘅過去，牽涉喺一單富商綁架案入邊。鏡頭一轉，就係1994年劉俊謙飾演嘅李文斌啦。為咗幫同事補鑊，誤打誤撞破壞咗高層嘅拯救人質計劃，捲入咗政商黑白嘅漩渦當中。故事發展係點呢？我就唔再多講啦。《寒戰1994》有咩好睇呢？最好睇嘅地方，我覺得就係謝君豪，佢用一種沉穩又優雅嘅方式去演繹呢一個富商，就好似睇馬龍白蘭度演教父一樣，一個優雅但係又有一種唔可以得罪嘅氣場嘅一個老人家。劉俊謙就係今次嘅動作擔當，亦係今次嘅主角，一直咧都係蒙在鼓裏俾人背叛，而佢嘅演技咧都算合格嘅。王丹妮飾演嘅黑幫大佬阮先生呢，型就夠晒型噶啦，可惜我覺得咧都係爭少少黑幫老大嘅氣場。不過喺佢呢一個年紀接手做黑幫大佬呢，確係有啲勉強嘅。咁劇情上就有呢一個老院嘅元老謀反作反嘅橋段呢，都顯得合情合理。一個後生女做大佬，又點樣鎮得住班呢個叔父呢？咁喺劇情嚟講，佢唔夠氣勢都係情有可原嘅。或者咁講，阮先生唔夠氣場，先係合乎角色嘅演繹。至於吳彥祖飾演嘅蔡元琪，副處長嘅型格就喺度噶啦。可惜嘅呢，就係喺呢個警局入邊嗰場鬧交戲，可能始終佢嘅廣東話唔係太好，
嗰段鬧交戲就顯得有啲讀稿咁嘅 feel，完全比呢第一集郭富城同梁家輝嗰段對鬧戲比咗下去。劇情上佢又冇咩陰謀詭計，純粹就係背叛咗李文斌，殺反搶功勞。另外要提嘅當然就係台灣影帝吳慷仁，喺為數不多嘅場口入邊，確係交出咗影帝級嘅演出，為佢嗰一個描寫薄弱嘅富家子弟角色加深咗唔少嘅印象。其餘嘅老戲骨始終呢人物眾多，個個都係分得個少少嘅時間，大部分都係存在感薄弱，只有葉童呢係相對有呢一個印象喺度嘅。反而比較有驚喜嘅係，好耐都冇露面嘅彭敬慈，由佢後生開始做呢一個梅艷芳嘅徒弟，一直都覺得呢，佢係呢一個演反派係幾有潛質嘅。至於白只今次就演呢一個老院打手，閒閒企企嘅時間偏多，動作上呢都係開下槍，冇點呢表現出打手要有嘅身手，令到白只呢就依然留於喺嗰一個呢冷面笑匠走出嚟搞笑嗰一種咁嘅氛圍嗰度啊。如果冇記錯嘅呢，陳湛文就係飾演翻第一集林家棟嗰個角色。我相信佢喺1995呢應該會有更多嘅戲份講佢點樣同李文斌坐埋同一條船。演員就大致上係咁多啦，咁就要講一講個劇本啦。今次1994基本上呢係補完翻第一、二集入邊嘅坑。即係到底李文斌點解會受呢一個蔡元琪威脅，而蔡元琪同李文斌點解又會受到呢個幕後黑手英國嘅控制？不過呢，依然係有一個更大嘅謎團產生咗嘅。到底李文斌個仔李家俊係幾時出世嘅呢？如果根據第一、二集彭于晏嗰個年紀嚟講呢，李家俊應該喺1994年點都應該要出咗世噶啦，但係故事呢係提都冇提過佢嘅。而根據故事所講，喺1995李文斌呢係牽涉咗一次臥底行動同埋關於清洗黑幫嘅一單醜聞入邊，所以李家俊有冇可能會係阮先生嘅私生子呢？故事提到嘅清洗黑幫應該好大可能就係老阮。李文斌同埋阮先生嘅恩怨情仇呢，應該就會喺95入邊呢講翻晒出嚟噶啦。講翻嚟1994先，主軸就係富商王家輝被綁架啦，就係潘家嘅十妹潘怡心嘅老公，佢哋掌管嗰個集團呢，就叫環貿集團。如果對香港嘅富商歷史有少少認識的話呢，大概都知佢哋係原型來自邊幾個人物噶啦。由人名同公司名呢，都係食晒廣東話嘅聲調諧音，再撈埋故事所講到嘅電信服務，係影射緊香港邊一個大家族，可以話係呼之欲出，瀨尿牛丸咁樣炒埋一碟。寫實得嚟呢，又帶啲幻想空間。照我嘅理解呢，王家輝嘅綁架案最直接影響嘅呢，就係潘家對呢個電信業務接管收購嗰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就係港英政府、香港皇家警察嘅面子。李文斌呢，純粹係陰差陽錯破壞咗人質拯救行動呢，要孭黑鑊先牽涉其中嘅啫。咁作為關照開李文斌嘅副處長蔡元琪，得知自己嘅手下李文斌呢牽涉其中，就想趁機呢睇下可唔可以同一哥同埋四大家族拗翻啲油水咁樣嘅。
當大家呢以為夠膽喐四大家族潘家嘅妹夫幕後黑手應該好勁抽啦，係嘛？原來呢只係潘家入邊嘅家族恩怨，原來只係阿仔唔抵得老豆呢俾晒所有嘢外姓人，所以就策劃今次嘅綁架案，諗住可以攞翻自己應該得到嘅嘢，點知就搞出一個大頭佛出嚟。到最後因為黃家輝嘅死，蔡元琪同埋李文斌呢都只好投靠英國，以免俾潘家秋後算賬。咁喺呢度呢，就正式填翻1、2集嗰個坑啦。幕後黑手就係英國 MI6，就得到咗李文斌、蔡元琪嘅效忠。至於老院呢一個黑幫加入故事呢，我覺得最主要嘅作用就係塑造李文斌呢一個角色，盡量令到佢呢喺1、2集入邊嘅行為動機係合理嘅。喺1994就可以睇得出李文斌係一個呢經常特事特辦嘅人嚟噶啦。同事失職，佢係會第一時間諗住攬佢，而唔係公事公辦。而且佢嘅祖父輩都已經係同黑道呢有所來往，直頭可以話係世交添。由佢拯救阮先生，去到佢喺最尾嗰度呢問阿老阮揾翻3個臥底出嚟，都已經睇得出李文斌呢個人呢可以話係黑白難分，做嘢憑直覺唔諗後果噶啦。佢咁樣喺老院咁高調勾翻3個臥底出嚟，咁你呢3個臥底探完以後仲使唔使撈呢？會唔會俾老院尋仇呢？定係真係篤下個鼻，我係李文斌嘅人，咁大家就當冇嘢發生過呢？正如佢老豆所講，黑白兩道呢一直都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文斌呢可以話係盡得真傳啊！佢就算唔係黑警都係灰警啦。如果再接翻去呢，周潤發簡大狀嘅對白，佢喺電影入邊就話：當時當日，即係今時今日。如果呢套電影係有乜嘢隱喻的話呢，咁呢句說話都可以話係可圈可點啦。雖然成個劇本人物眾多，角色呢又太少出場機會，搞到啲劇情呢就好零碎咁樣。但係大致上呢，我係幾中意個劇本嘅，就係呢。好多呢個世界上嘅重大事故，其實好多時呢都只係源於一啲私人恩怨，由綁架案搞到呢英國間諜，牽涉到控制香港政治。原來呢只不過係有個仔唔妥老豆，然後衍生出嚟嘅後果嚟嘅啫。雖然今次冇晒理念上嘅衝突，但係完全俾我感覺到政權、警權、金權3方面嘅角力，關我哋呢啲星斗市民條鐵事咩？如果李文斌公事公辦，舉報自己嘅夥計，冇去搞局，咁就可以順利呢拯救人質，進而呢香港就可以順利交接，免得英國再插手事務，揸唔到潘家嘅痛腳，咁就天下太平啦。只希望下一集1995呢可以順利銜接翻去第1、2集，咁就最好啦。另外要讚嘅呢，就係呢套電影入邊最尾嘅啟德大戰，嗰個風雨交加飛機降落，再次爬升嗰一個鏡頭呢，係做得好緊張嘅。亦重現翻呢大家對啟德機場嘅回憶。不過奇就奇在嗰一場打鬥戲喺架車上面打咗咁耐，架車行咗咁耐，竟然都未到盡頭，未撞到嘢，都未話係唔神奇啊！更加神奇嘅係呢，佢哋仲要收屍，竟然呢係冇機場特警插手，非常完美咁樣撤退，仲可以呢同呢個
吳彥祖呢談判會合。咁到底當時嘅一哥同政治部係做緊啲乜嘢嘅呢？最後總結，寒戰1994面就係一套以呢個抹黑英國政府間諜組織 MI6嘅主旋律電影，但其實呢係以呢一個政商黑白勾結為主軸嘅故事。故事最尾 MI6 所講 We don't break the laws, we write the laws。 再配合返周潤發嗰一句對白，當時當日即係今時今日。其實諗深一層就有另一番玩味。試問世上嘅法律係由邊個撰寫嘅呢？我呢啲星斗市民又真係識條鐵咩？俾我安安心心睇戲睇埋下半世就夠噶啦。今時今日要開港產片，敏感題材就唔使諗噶啦，又要大製作，又要唔似樣板戲，我估就算莎士比亞再世都未必搞得掂啊！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如果你都睇到呢一度，覺得條片唔錯的話，記得俾翻個 like 或者留言訂閱。多謝大家支持先。我係3012，下條片見，拜拜。